又刷水啊！嗯。其实我即马食的物件，一般外国人是无法度接受啦，因为内底有啥物这地位啊，啥物这大灯啊，这一般外国人是感觉可能无法度啦，吃袂落啦。但是我来台湾足久啦，哎呀，所以我就爱吃啦。哎，到新这间啊，我知影，这河边上拢排队啦。我看即摆时间够真亮啊，啊水品又真净啊，啊无来坐啊，啊吃一个物件好啊。哎，大哥，我要一个地瓜汤，啊，搁一个综合汤，啊，搁一个萝卜饭。好，我先坐啊，谢谢。哦，多谢啊。哇！哎，你看这地瓜汤啊，伊个料就多啊，啊内底有迄个大肠啊、细肠啊，啊嘛这地瓜啦。哦，你看这地瓜挂起来 Q 弟弟啦。你好。哎，花根妞，哎，我第一届来啦。好，但是爹讲你可以的哈。有啦，无问题啦。我来台湾10几年啦。哦，这我就爱吃啦。我讲你这地瓜汤哦，你大啊，吼，怎么样？这是有弹性才。对，好，我来吃看怎么样？你试试看。又刷水啊！嗯。其实我即马食的物件，一般外国人是无法度接受啦，因为内底有啥物这地位啊，啥物这大肠啊，这一般外国人是感觉可能无法度啦，吃袂落啦。但是我来台湾足久啦，哎呀，所以我就爱吃啦。伊萝卜饭真正有够济造，你看，一般的萝卜饭是干那饭加迄个萝卜尔，你看，伊萝卜饭内底还有菜咧。你高雄人啊，都是捌吃啦啊！到早拢食地瓜汤，啊，搁一个萝卜饭，吼，遐多动啊！做高雄人真正足幸福嘅。有事无事坐巴士。